到你的寶座前，我舉起雙手讚頌，你配得一切榮耀尊貴，你是王掌管明天，來到你施恩座前，我將我的心奉獻，唯獨你愛我，天天不改變，奇妙救主，我永屬你。虔誠愛索緊緊牽引我，為我捨身背起我罪，我一生飛奔展翅上騰，在主裏能得安穩。我願一生竭力同行，讓我的心每天讚頌，彷徨人生不擔心，因有你伴我行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。我想大家合埋眼睛去諗一諗自己，諗一諗自己你而家嘅境況，你會唔會都感到有一種被困嘅感覺？自己非常已經盡咗好大嘅力，想去愛，想去寬恕，想去擺脫，但係就係點樣努力都冇辦法，逃避更加唔係你嘅出路，所以你要勇敢咁相信上帝係你唯一嘅幫助，因為佢應承你要以無盡嘅愛去愛你，佢以永遠嘅慈愛帶領你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需要耶穌，無論你信咗耶穌幾耐，你需要耶穌，或者你從來都未接受過耶穌，你更加需要耶穌。所以我想你認真咁喺上帝嘅面前，向佢做一個嘅回應。我先邀請信咗耶穌嘅你去諗一諗，你仍然都需要不斷體會上帝嘅愛，你仍然需要不斷咁將你自己交託俾上帝。今日你就嚟到上帝嘅面前，將你嘅重擔、你嘅憂慮、你做唔到嘅嘢，通通放低喺呢一位愛你嘅大牧人面前。你願唔願意嚟到上帝嘅面前，話俾佢聽，我知道你愛我，因為你係我嘅大牧人，我願意學習全心全意去跟隨你，求你牽引我心，因為你係我嘅大牧者，你必引領我嘅心，帶領我走以後嘅每一步。如果你嘅心有呢一個嘅感動，我請你勇敢嘅喺上帝嘅面前舉起你嘅手，我要為你祈禱。
如果你好想，我見到，如果你好想再一次將自己放喺上帝嘅面前嘅，我請你舉手，向上帝做一個嘅回應。呢個係你對上帝嘅回應。我見到，我哋要勇敢，因為上帝喜悅我哋回到佢嘅面前，承認佢係我哋嘅大牧者。會唔會有人都想繼續嘅嚟到舉手，表達你對上帝嘅回應？上帝睇到你真誠嘅心，感謝主。我第二個呼喚，我想呼喚在座還未接受耶穌嘅人。你可能想知道乜嘢係信耶穌啊？其實信耶穌好簡單，其實同我哋信咗耶穌嘅人一樣嘅做法，就係你要坦誠，將你自己交俾上帝，就係承認咯，承認自己係一個罪人，承認耶穌係因為你嘅罪釘十字架拯救你。佢係你嘅救主，你都願意將以後嘅生命交俾耶穌，佢要成為你生命嘅主宰，帶領你走一條平安嘅道路。我老爺佢信得好遲，但係佢嘅生命嘅改變係奇妙，就係喺佢決志嗰一日，佢就成為咗天父嘅寶貝兒女。今日你只要願意，都可以成為天父寶貝嘅兒女。如果你有呢個感動嘅，我同樣都想請你舉手，向上帝舉起你嘅手，話我願意相信你，求你住喺我嘅心裏邊。如果你有呢個感動嘅，我都請你舉手，我要為你祈禱。有冇呢啲嘅心呢？向上帝表達，雖然需要勇氣，但係當你舉咗手之後，當你真誠嘅接受耶穌之後，你係會經歷一個唔一樣嘅人生，因為你有大牧人帶住你。有呢個感動嘅，我想邀請你舉手。我再問多一次，你願意嘅，你可以舉手，我為你禱告。上帝明白我哋每一個嘅心，讓我哋一齊低頭嚟到去禱告。慈悲嘅主耶穌，我哋實在要獻上最大嘅感謝。我哋就算未信你之前，或者我哋掙扎緊信你嘅時候，甚至乎我哋信咗你好耐，你嘅慈誠愛索都係咁牽引住我哋嘅心。你從來都唔強迫我哋，因為你要我哋知道愛係幾咁嘅偉大。佢嘅能力係可以將我哋扭曲咗，或者我哋冰冷咗，甚至乎我哋破碎咗嘅心靈，可以重整起嚟，可以重新嚟到去再做。但係呢一個嘅過程所付嘅代價，卻係我哋想象唔到啊！因為耶穌
我哋想象唔到你竟然可以嚟呢個世間，做咗一件咁我哋想象唔到嘅行為，但係卻完全嘅將你嘅愛表達咗出嚟。我求你讓我哋知道，跟住你係唔會錯，因為神你既不愛惜自己嘅兒子為我哋眾人死了，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嘅賜俾我哋？願你悅納我哋每一個人嘅心靈，我哋有聲無聲嘅禱告，係奉靠耶穌基督嘅名字。阿門。我哋一齊起立，我哋一齊唱呢一首嘅回應詩，嚟到去向上帝做一個嘅回應，好冇？你是恩座前，我將我的心奉獻，唯獨你愛我，天天不改變，奇妙救主，我永屬你。慈繩愛索緊緊牽引我，為我捨身背起我罪，護我一生飛不展翅上騰，在主裏能得安穩。我願一生竭力同行，讓我的心每天讚頌，彷徨人生不擔心，因有你伴我行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。彷徨人生不擔心，因有你伴我行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。大家請坐。